这绝对是我见过最狠的杀手，即便手掌被利器刺穿，也未曾发出一丝声响。这完全是一场忍耐力的较量，看谁能坚持到最后。最终还是杀手先按捺不住，郑宇再次逼近，刹那间一柄利刃猛然刺出，惊得杀手当即止步，不敢再向前半分，只能目送着刀身缓缓收回。杀手心知肚明，对方绝不会善罢甘休，于是果断选择暂避锋芒，而屋内的男子则异常镇定，目光死死锁定门外。双方都极为谨慎，毕竟高手过招，胜负往往只在一念之间。突如其来的敲门声打断了这场一触即发的对峙。推门而入的是一位警察，他全然不知杀手早已隐匿于门后。男子现身时，却以一种凶狠的眼神死死盯住他。原来这名警察是专程前来寻他，不料就在此时，杀手竟胆大包天地推开房门，意图发起偷袭。男子急忙递过一个眼神，示意警察转身。仅瞬息之间，杀手便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成功脱身的杀手在路边停下，想用小便来缓解紧张，谁知他竟将尿洒在了一旁男子的鞋面上。对方怒不可遏，当即就要出手教训他。야 이 씨발 새끼야, 죽을래? 내가? 이 씨발 새끼가. 可就在下一秒，这位素未平生的男子便以不明不白地丢了性命。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狠角色，回到家后却有比他更为强悍的人物在等候着他。在一片漆黑之中，他丝毫没有察觉脚下已铺满了玻璃碎片。接下来杀手可就惨了。